由于尼亚一记传送装置的启动，陈俊一行人被传送到一个未知区域的上空，众人正自由落体着向地面坠落。期间，陈俊和发小许浅浅还不忘秀一波恩爱，好在是被好心的林雪打断了。潘丽丽在给陈俊套上一个机械手环后，转身去救徐浅浅和林雪。摔死就神作了。看来我是成不了神作了。这不是吧！未知区域的湖面之上，萤火凝聚，一位神秘少女从湖中央缓步走到陈俊面前。慌乱之下，陈俊几番挣扎，狼狈地摔落到草地上。神秘少女却没头没脑地询问陈俊，是否是来接他回家的。正在此时，天空之上响起怪物的嘶吼声，与陈俊同行的3位妹子受到了怪物的袭击。林雪的攻击对怪物仅只能稍稍阻碍对方追击的速度。在下方观战的神秘少女又是突然开口，看情况应该是潘多拉将军和陈俊的2位女伴调到了附近的龙巢，所以引来了怪物的袭击。陈俊见对方知道潘多拉是将军，便猜测眼前的少女也是西陵使徒，甚至已经被对方用精神链接读取了记忆。在帝国中，还从未有使徒不经过统治者许可，就连接他的精神世界，访问他的记忆。即便是另一个统治者。